誰能陪我去解答前途和理想幾多抉擇？瞬間天色變黑，始終空置4個方格。茫茫人世在考試，仍躊躇每個 A 與 B。如我愛思卻有意義，總想威逼我選 D。成長故事裏想諷刺任性，偏偏很理智。用我1秒半秒選中答案，從沒退後。用我1了8了不理對錯，仍願接受。唯有神聖的宇宙會鋪開每片星宿，陪我1寸半寸得到勇氣如獲庇佑，陪我千里百里尋找到心中豔麗那星斗。回頭才望透，選擇不分左與右，全都可建構。誰成明了我景仰？誰完成了你的理想？時勢裏的勝仗敗仗，不必妒忌與囂張。成長故事裏100個路向，1000種信仰。我1秒半秒選中答案，從沒退後。用我1了8了不理對錯，仍願接受。唯有神聖的宇宙會鋪開每片星宿，陪我1寸半寸得到勇氣如獲庇佑，陪我千里百里尋找到心中豔麗那星斗。回頭才望透，選擇不分左與右，從不分美醜。宇宙正循循善誘，抉擇裏 A 與 B、C 與 D 也莫走。如你1秒半秒選中答案，從沒退後。如你1了8了不理對錯，仍願接受。繼續有無數新宇宙會深深與你緊扣，陪你1寸半寸得到勇氣如獲庇佑，陪你幫你送你尋 ABCD 10萬個出口。回頭才望透，選擇裏終於愛便能孤身奮鬥。生命裏只得愛在時光中協奏。